周醫生嗱，好多人失眠嗰時候咧都話飲杯熱牛奶啦，或者飲少少 wine 啦，會好瞓啲嘅。咁其實有冇事實根據？嗱，首先咧就臨瞓前飲嘢咧就好容易夜晚要起身去洗手間。OK， 所以呢點咧我就有少少保留吓。係嗱，你話飲熱牛奶，咁其實如果熱嘅唔係牛奶，係熱嘅湯又如何咧？係熱嘅水又如何咧？咁樣咁當然啦，如果你飲熱嘅咖啡咧，咁就可能會令死梗啦，係咪 ？OK， 所以熱牛奶咧，我就覺得咁樣嘅。嗱，首先牛奶咧，仲係咪好似我哋即係從前諗得咁健康咧？冇錯，另一個討論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所以如果你話飲杯熱嘢，可能整都覺得啊，我好溫暖，咁啊瞓覺就好過咧個肚又空溜溜，又凍冰冰咁樣啦。有可能對於某些人嚟講咧係好嘅。好啦，酒啦，咁酒如果你好飲得嘅話咧，你飲少少就冇意思㗎。係，我飲酒咁渣咧，就可能飲兩啖咧就覺得啊昏昏欲睡啦咁樣。係，咁啊主要咧就係話你係食緊一樣會令你昏昏欲睡嘅東西。咁譬如你可能食傷風藥，你都一樣可以達到同樣飲酒效果都唔定㗎。